今日我就同大家盤點一下日本歷史上最殘忍、最變態嘅10大酷刑，特別係排第一位嗰個，真係光係聽下個過程，你都會覺得自己全身嘅皮膚發麻、心口發悶，真係冇人可以頂得順。等我哋由第10位開始講起，第10位叫做捉腳穿喉或者捉腳拉頸。喺日本戰國時代同江戶時代，呢種刑罰通常係用嚟懲罰嗰啲叛逆者或者犯咗重罪嘅人。官府會將犯人關喺一個特製嘅木箱入面，淨係留個頭喺外面，身體完全被固定住，連喐一下都唔得。然後佢哋會喺犯人嘅脖子側邊放一把用竹做嘅鋸。最變態嘅地方嚟啦，呢把竹鋸唔係由劊子手嚟鋸，而係擺喺路邊。官府會喺旁邊放個牌子，邀請過路嘅村民或者市民，每人過嚟拉一下呢把竹鋸。竹做嘅鋸齒非常之鈍，拉一下根本唔會即刻割開肌肉，只係會拉出一道道血痕，帶嚟劇烈嘅撕裂感同灼熱感。犯人就要喺呢種漫長嘅等待入面，眼睜睜睇住一個又一個陌生人走過嚟，用把鈍鋸喺自己個喉嚨上拉一下，每一鋸都伴隨住肌肉被生生撕開嘅劇痛，血一滴一滴咁流出嚟。犯人可以清晰咁聽到自己喉嚨發出嘅咕嚕聲同骨肉分離嘅聲音。好多犯人根本唔係因為流血過多而死，而係喺呢種長達幾日幾夜嘅極度恐懼同絕望入面，精神徹底崩潰，慢慢折磨到氣絕身亡。第9位叫做水牢之刑，呢種刑罰喺江戶時代嘅黑州或者農村地區好常見，專門用嚟懲罰拿唔出年貢嘅農民或者係犯咗偷竊罪嘅人。聽落好似只係將人關喺水入面，好似冇打冇殺咁，但實際上佢嘅殘酷程度超乎你想象。官府會喺河邊或者潮汐吞吐嘅地方建一個木籠，將犯人關喺入面。籠嘅高度經過精密計算，當潮水漲嘅時候，水面會剛好淹到犯人嘅下巴或者鼻孔下方。犯人必須全程踮起腳尖，昂起頭，先至可以勉強呼吸到一口空氣。如果一攰，頭一低，就會吸入冰冷嘅河水。更慘嘅係，日本嘅冬天極度寒冷，犯人浸喺冰冷切骨嘅水入面，體溫會迅速下降，肌肉開始劇烈抽搐。隨之而來嘅係無休止嘅麻木同劇痛，水入面仲會有各種水生、昆蟲、水蛭，甚至係老鼠喺犯人無法動彈嘅身體上啃咬。犯人嘅皮膚喺水入面浸到潰爛、發白、發臭，一層層咁脫落。好多人在水牢入面浸咗3、4日之後，整個人已經神志不清，最後喺筋疲力竭、體溫過低嘅情況下，慢慢沉入水底窒息而死。第8位叫做牛逼之刑，亦即係我哋俗稱嘅牛拉分身或者牛屍軀體。呢種刑罰通常用於懲罰企圖謀反或者殺害領主嘅從犯。劊子手會將犯人嘅四肢分別用粗繩緊緊綁住，繩嘅另一端連接住4隻經過特別挑刺、處於極度驚恐同暴躁狀態嘅野牛或者壯牛。當官吏一聲令下，劊子手會用火把去燒呢4隻牛嘅尾巴，或者用尖銳嘅鐵棍刺向牛嘅屁股。4隻牛受到驚嚇，會朝住4個完全相反嘅方向狂奔。喺呢一瞬間，犯人嘅關節會發出令人牙酸嘅咔嚓聲，肌肉、韌帶被一股無法抗拒嘅巨力拉扯到極致。犯人會發出慘絕人寰嘅尖叫，因為佢可以清清楚楚感覺到自己嘅骨頭由關節處被硬生生扯脫，跟住係皮膚同肌肉被拉斷嘅裂開聲。喺巨大嘅拉力之下，犯人嘅身體會喺一瞬間被撕成碎片，內臟散落一地。呢種刑罰嘅恐怖之處，唔單止係肉體上嘅極限痛苦，仲有嗰種喺最後一刻睇住自己身體被拆散嘅極度恐懼。第7位叫做苦煮之刑，意思就係將人放入大鍋入面生生煮熟。日本歷史上最著名嘅受刑者就係江戶時代初期嘅大盜石川五右衛門。當時石川五右衛門因為潛入大阪城企圖刺殺豐臣秀吉失敗而被捕。豐臣秀吉大怒，下令將石川五右衛門同佢年僅幾歲嘅幼子一同處以苦煮之刑。喺京都嘅河原擺着一口巨大嘅鐵鍋，裏面倒滿咗滾油同滾水，下面柴火燒得通紅。劊子手將石川五右衛門同佢嘅仔一齊扔進去。你可以想象一下，當人體接觸到幾百度滾油嘅那一刻，皮膚會喺一瞬間被燙到起泡裂開，滾油滲入皮下組織，將脂肪同肌肉直接炸熟。據歷史記載，石川五右衛門喺極度嘅劇痛入面，為了不讓自己嘅幼子受苦，一直用雙手將仔高高舉起，直到自己嘅雙腿同下半身完全被煮熟融化，最後實在支撐唔住，先同仔一同沉入滾油之中。呢種將人當成食物咁喺油鍋入面炸熟嘅酷刑，光係諗下個畫面都令人胃部翻江倒海。第6位叫做越吊之刑，
呢個係日本喺1600年代針對天主教徒同傳教士發明嘅一種極端心理同肉體雙重折磨嘅酷刑。當時德川幕府實行禁教令，為了逼迫嗰啲虔誠嘅信徒放棄信仰，發明咗呢種極度陰險嘅刑罰。劊子手會喺地上掘一個深坑，將犯人嘅全身用繩索緊緊捆綁，然後倒吊咁懸掛喺深坑入面。坑口會用木板蓋住，只留下一條縫隙。最殘忍嘅細節喺於，劊子手會喺犯人嘅太陽穴或者額頭上用小刀輕輕割開幾道小口子。因為人係倒吊住嘅，全身嘅血液會因為重力全部湧向頭部，眼球會充血突出，頭痛欲裂，好似整個腦袋快要炸開咁。而太陽穴割開嘅口子會讓血液一滴一滴咁慢慢流出嚟。呢種流血速度經過精密控制，唔會讓人快速死亡，而係讓犯人在漫長嘅幾日幾夜入面保持住清醒嘅意識。犯人喺黑漆漆嘅深坑入面，聽住自己嘅血一滴一滴滴喺坑底嘅聲音，感受住頭部快要爆裂嘅劇痛同生命力嘅流失。好多人喺呢種極致嘅孤獨、黑暗同劇痛入面，精神徹底瘋掉，最後因為腦溢血或者失血過多而死。第五位叫做蛇蠍之坑，呢種刑罰專門利用人類對未知同有毒生物嘅本能恐懼。官府會喺地下挖一個幾米深嘅大坑，喺坑底放入幾百隻甚至上千隻經過飢餓處理嘅毒蛇、蠍子、蜈蚣等毒物。犯人會被剝光所有衣服，然後用繩索慢慢降入呢個充滿毒物嘅地洞入面。當犯人嘅腳底接觸到坑底嘅那一刻，無數冰冷濕滑嘅毒蛇同腳多嘅蜈蚣會立刻爬上犯人嘅身體。毒蛇嘅毒牙會咬入犯人嘅皮膚，注入劇毒，帶嚟好似火燒一樣嘅劇痛。蠍子同蜈蚣會喺犯人嘅皮膚上爬行，用尾針同毒爪不停咁刺入肉體。犯人喺狹窄嘅坑入面根本無處可逃，只能夠發出絕望嘅慘叫，看住自己嘅身體被無數毒蟲包裹。毒液喺體內蔓延，會導致肌肉痙攣、呼吸困難、失明，甚至全身器官衰竭。犯人喺經歷咗幾個小時嘅漫長煎熬同萬重細骨嘅痛苦之後，先至會在極度嘅痛苦同恐懼入面氣絕。第四位叫做炙獄之刑或者火脊之刑，同西洋嘅燒死唔同，日本嘅火脊之刑喺細節上更加殘忍。受刑者通常會被綁喺一根高高嘅木柱上，腳下堆滿咗濕木頭同乾柴。劊子手唔會直接用大火將犯人燒死，而係先點燃濕木頭，產生大量濃煙同中等程度嘅火焰。呢種火勢唔足以立刻致命，但會像慢火煮食一樣，一點一點咁炙烤犯人嘅皮膚。犯人嘅雙腳同下肢會先被烤到發黑起泡，皮下脂肪喺高溫下融化，滴喺火堆入面發出吱吱嘅聲響，散發出一種令人嘔吐嘅肉香味。犯人喺木柱上劇烈掙扎，吸入大量濃煙同高溫空氣，喉嚨同肺部會被嚴重灼傷，連尖叫都發唔出一聲，只能發出沙啞嘅喘息聲。整個過程可能會持續1至2個小時。犯人係喺清醒嘅狀態下，看着自己嘅下半身被慢慢烤成焦炭，最後先因為休克或者窒息而死亡。第三位叫做白舌剝面之刑，呢種刑罰專門針對嗰啲被指控誹謗官府、泄露機密或者說謊嘅犯人。劊子手會用特製嘅鐵鉗硬生生插入犯人嘅口腔入面，夾住犯人嘅舌頭，然後用力向外拉扯。人嘅舌頭連接住大量嘅神經同血管，喺無麻醉嘅情況下被硬生生拉出同割斷，嗰種劇痛會直接衝擊大腦神經，導致犯人瞬間抽搐，口腔入面嘅血管破裂，鮮血會好似噴泉一樣湧出，犯人極容易被自己嘅鮮血窒息。但呢個仲未完，割完舌頭之後，劊子手會拿出一把非常鋒利嘅小刀，由犯人嘅額頭或者耳根開始，沿住面部嘅輪廓，將犯人整張臉嘅皮膚完整咁剝落嚟。犯人嘅面部、肌肉同血管完全暴露喺空氣入面，稍微有一陣風吹過，都會帶嚟難以忍受嘅劇痛。犯人失去咗臉皮，連眼簾都冇埋，只能睜大眼睛睇住自己血肉模糊嘅臉，喺無盡嘅痛苦同絕望入面，慢慢失血過多而死。第二位叫做串刺之刑，亦即係我哋常說嘅竹刺貫體。呢種刑罰喺日本戰國時代被織田、信長等大名廣泛使用，用於懲罰敵方嘅間諜或者叛徒。劊子手會準備一根經過削尖、表面塗滿油嘅長竹竿或者木樁，犯人會被固定喺一個特製嘅架子上。劊子手將削尖嘅竹竿由犯人嘅肛門或者下體處慢慢咁插進去，
劊子手嘅手法非常精準，佢哋會刻意避開犯人嘅心臟同主要大血管，讓竹竿沿住脊椎骨嘅縫隙穿過腹腔、胸腔，最後由犯人嘅肩胛骨或者脖子側邊穿出。整個過程就好似用竹籤串肉串一樣。竹竿穿透身體之後，官府會將竹竿豎立喺城門口或者大街邊，將犯人高高掛起。因為主要器官冇被實時刺穿，犯人唔會立刻死亡。佢哋會喺竹竿上掛住，承受住內臟被撕裂、體重不斷向下沉帶嚟嘅二次穿刺劇痛。犯人會喺烈日下暴曬，口渴難耐，每一次呼吸都會推動體內嘅竹竿摩擦內臟。好多犯人要在竹竿上受苦2至3日，先至會在極度嘅痛苦、脫水同感染入面慢慢死去。終於嚟到我哋嘅第一位，亦係日本歷史上最變態、最令人髮指、專門揀人體最敏感、最脆弱器官落手嘅酷刑——梳洗之刑，結合乳房與生殖虐殺。呢種刑罰主要針對女囚犯，特別係被指控謀殺丈夫、叛逆或者涉嫌巫術嘅女性。喺古代日本，女性嘅敏感部位被視為最脆弱嘅地方，而劊子手就係利用呢一點，將人性嘅邪惡發揮到咗極致。受刑前，女犯人會被完全剝光衣服，鎖喺一張特別設計嘅鐵架上。劊子手會先用一種帶有鐵刺嘅重型鐵梳，喺犯人嘅胸部、腹部同大腿內側等皮膚最薄弱嘅地方用力梳刮。每一梳落去，皮肉都會被勾起，帶出一道道深可見骨嘅血痕，皮膚被整塊撕裂。但呢個只係前菜，真正最恐怖嘅地方喺後面。劊子手會使用一種叫做乳房剪同鐵蓮花嘅特製鐵器。鐵蓮花係一種帶有尖銳花瓣形狀嘅鐵製器具，劊子手會將佢強制插入女犯人最脆弱嘅下體入面，然後轉動機關。隨着機關嘅轉動，鐵蓮花會在犯人嘅體內如花朵般綻放，幾片鋒利嘅鐵葉片會向外張開，硬生生將犯人體內最敏感、神經最密集嘅組織撕裂同切碎。那種痛楚係由身體最深處發出，直接撕裂神經。女犯人會發出超越人類極限嘅慘叫聲。全身會因為劇烈嘅痙攣而幾乎折斷。與此同時，另一個劊子手會拿住燒到通紅嘅鐵鉗，直接夾住犯人嘅胸部，用力擰轉同拉扯，將敏感嘅組織生生烤焦同拔斷。高溫灼燒嘅聲音伴隨住皮肉燒焦嘅惡臭喺刑場上蔓延。人體最敏感、最脆弱嘅部位喺呢一刻承受住銳器撕裂同高溫灼燒嘅雙重極限折磨。好多女犯人在鐵蓮花張開嘅那一瞬間，就因為承受唔住那種超越生理極限嘅劇痛，而直接休克或者心臟驟停。但劊子手仲會用冷水將佢哋叫醒，繼續呢場殘忍嘅虐殺。整個過程漫長而又絕望，犯人喺肉體被徹底摧毀、精神完全崩潰嘅情況下，血盡而亡。睇完呢10種日本古代嘅酷刑，真係令人不得不感嘆，古人在發明折磨同類嘅手段上，到底有幾咁冷酷同殘忍？呢啲酷刑唔單止係對肉體嘅摧殘，更加係對人類尊嚴嘅徹底踐踏。好喺我哋生活喺現代文明社會，呢啲泯滅人性嘅刑罰已經永遠成為咗歷史嘅塵埃。